伫咧进前，这中央医生合理法院台调，台湾各地头的民间组织呢，就发起国会大罢免的行动。纪录片导演杨立洲也呼吁影视工作者爱同齐站出来，引用台湾 X 做计划概念要拍底片。计划的发言人表示讲，这是影视界头一届是遐尔有共识，同齐投入这公益行动，而且这行动的头一支影片也在今仔日对外播送。怎么可以这样做？没有水准啊！这个国家就是这样被搞乱的，该做的不做，莫名其妙哎！大家那么努力在工作，用黑白影相中现行出门看到本色，有一个囡仔经过讲，拄到问题就是爱处理。这支影片以倒本色为主题，用民众的日常来比喻现在台湾民主拄到问题。拍这支片的导演罗建中也伫面前强调，历史甲咱讲，你若无处理问题，问题就会处理你。所以这次我们希望能够让台湾这些最有影像创意、最有才华的创作者跟团队，用各种不同的方式，我们刚刚讲可能横跨了广告、纪录片、剧情片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手法，来探讨我们的民主、我们的代议制度，我们究竟应该用怎么样的态度跟采取什么样的行动。这支影片是台湾 Action 计划的头一支影片，伫3月13发布。台湾 Action 计划是纪录片导演杨立洲发起的，因为中央的总医生合理法院台检引起影视界、文学界真大的不满。计划发言人王舒表示，因看到台湾文学界也站出来发声，这些影视工作者拢受到鼓励，希望用家己的专业共同为民主自由尽一份心意。其实台湾的文学界首先跳出来，进行了一个非常大规模的串联。我觉得台湾文学界其实他们的行动鼓舞了很多影像工作者，我相信很多其他的艺文创作者都被台湾文学界所鼓励。这个时候，就像大家讲，如果这时候不站出来，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站出来。发言人表示，目前已经有上百位影视工作者投入这个影片计划，大家拢无提钱，无计较付出。这个计划预估制作6部到8部底片，目前已经完成3部。台湾 Action 计划希望透过影片扩大影响力，提醒大众爱来面对目前的民主危机。记者张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。